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来咧个节目。哇，今晡日了大家咧小解马莎咧，相信所有嘅乡亲朋友都对佢非常嘅熟咯吼。佢係音樂製作人，佢係歌手，佢做戲所以佢係冉冉，佢朴天然，吼，所以佢係馬莎咧，家家咧分享裡面台內邊佢係呢個車怡偉，歡迎。主持人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阿偉姑車怡偉，新年快樂！耶，歡迎宇偉哥分享哈，阿偉姑我第一擺堂到誒，阿偉姑，現在謝宇偉嘛，阿偉姑嘛，哦，我們不敢，還都有講宇偉老師，線上總咧，一開始鄉親朋友會祈禱講，當咱哋就得看到宇偉哥吼來到節目地度，係發生埋事情咧，好事情，恭喜！兩張新專輯，兩種新嘅撰寫，就得講新嘅，所以今日特別讓鄉親朋友來掃解一下，好嗎？其實兩種專輯全部撈客家電視台有關係，全部感謝客家電視台，還特別一種嘅唐詩詩，嗰種感謝伊犁，因為該世界因為應該節目日頭行業公共那度。金鐘獎最佳節目嘛，教育類節目。因為是唔記得去叫咧。後來嘅除特色節目係無用一條通識嘅歌曲。但是我自家也動，本來屬於上那個通識那個寫歌曲嘛，就一拍即合啊。等下好好嚟紹介一下，不過一開始先讓大家嚟分享嘅係乜嘅咧？這張新的安固。2，大家會知道這張專輯其實頭擺有出過，不過現在是升級2.0版，對，所以。重新讓大家來見面，從冇，所以這張算2擺算升級版。其實本來安光伊係差唔多2009年還是2010年哈，9年前出的。但是因為都好客家電視台也做一隻兒童節目嘛，安光谷，因為來寫過。那但是我自家有一隻模出來咧，出寫咧，但是佢差唔多3歲。我就想拄好落去為佢寫歌曲嘛。啊，假使我就本來想說可能3年以後會出第二季，冇想到你今年又去紐約哈，又去讀書嘛，一下子9年過去了，哇！女兒已經大了，國3呢，好高，他已經要轉國嘞，就是要變成大人都還沒有把他聲音留下來。是，他就想其實你今年也有為客家電視台寫條新的個童謠嘛哈，自家也有寫，佢本來就要為我某一類寫條新歌，所以講年代啦，去年代的世界組發行2種專輯，不過2種撈上一種哈，冇可能有大量的舞曲的元素，還有還搖滾的元素。咁樣講客家人合報仇啦，就希望就咧咁樣講，大家就咧跳舞跳起來啊，讓客家人都夠動起來這樣。這個是真的，客家人很特別，客家人感情很內斂，從哦，所以你也看見到大家面前安樂跳舞很少，外冷內熱，對，外冷內熱，是不是？內心很狂熱。我講，大家都跳舞，大家都又很害羞，對，所以這裡面有舞曲。動感的舞曲差不多有7成，啊3成是比較抒情的歌曲。所以2擺雖然講，你講係升級版2.0哈，因為我們9年前回味9年，不過其實動改編曲都已經不一樣了。對，還有其實剛演出的時間哈，後來反應非常好，動作也過小啦哈，尤其演全部都係從2條歌曲，加埋母語競賽啊，全部都係從2條歌。有啊。已經從10年哈，已經不敷使用啦。我出掉新歌啊。真勁！你想講啊？你當到童謠嘛，大家都會從那邊八公八婆有冇？好傳統嘅歌曲。可是其實八公八婆，它有幾改時代意義。可是你現在係講十個那款八公八婆愛用改通，然後那個重新編曲，它可以是一個穿新衣，從冇嗬，跟港歌嘅冇強咯。所以我愛用改歌曲係講一樣的道理，一樣的概念。如果9年前聽到宇偉哥。某一上映是很可愛，大家有堂都好小。30歲聽，你睇國3呢？喺做今年念國3，喺做細撈啲嘅少女嘅聲音留下來。有種專輯啲維度呢，就喺埋某一從2條歌曲。哦，所以兩邊特別嚟紹介一下，其實第一條有條矮熊衣，所以2條歌曲就是有特別。其實2條矮熊衣呢，本來沒有想到要放到專輯裡面，因為應該就講聽他們矮熊衣，還蠻好聽的，就變成2種專輯多一首傻逼嘅歌曲，都好，我又想有條歌從上一種嘅阿周簡強用，一隻聲音蟲，一隻彈音蟲，2種呢就矮熊衣呢有一個少女版跟這個成人版。對，所以也有女兒跨刀。
有没有2个版本哈？爱熊可能一个人是小时候，一个人是长大。你长大宠爱熊，你在想念童年。那童年版的绝对有熊去谁的玩伴啊，或者是阿公阿婆啦哈，或者是同学亲人这样子。其实因为跟宇辉哥你是非常多年，然后也认识宇辉哥的女儿梅，是一个很可爱动蛋孙改梅。其实从来没有问过，可以挑白上水改时间可以流让，他可以说我被爸爸逼的，因为我小小的，爸爸叫我去唱那就唱。你底下还再邀请迪乐从，我好想知道他的心情，对不对？对，超。其实哦，人家国三哦，升高中嘛，功课很忙，因为读书读到9点钟吼录音室。那是动甜嘞，去7点上学哈，9点半到录音室，那个床也是这样，脸有点臭臭的，有一点点累，所以不过他声音还不错，床流上白哈就走对嘞，但是我记得左爸爸还弟了，因为他白的谁是其实要唱的比这个还好，你说。他声音是照理说可以更好。他会唱歌是不是？大概给谁是他躺去床啊非常好哦，这个可以唱跟艾黛尔差不多，我女儿声音不错。艾黛尔。不过他进录音室的时候就有点超龄呆，我就这样有点累，有点跟爸爸有点怎么样讲？他只会跟我小叛逆，跟我装酷，其实去动怪。他很乖，我知道他很乖。嘎中动英雄宠，我都这帮着天。好，录音室一直修很久。请问你要如何跟他沟通？因为宇辉哥是很慈祥的父亲，你如何跟他沟通？他在录音室这样子，有点猫小人场小叛逆的时间，你有改善？你知道吗？那有一个版本哈，就是他试音的，就是没有教他任何的版本，还有了用也是他最干净的 vocal， 所以你放进来，最后是他差不多会在第一遍、第二遍，他唱第2遍，摸到一告，一紧，他已经累了，其实上期歌手累了，反而越教越不好，就其实第1遍、第2遍应该直觉宠最好。特别是童谣其实也不用太多的修饰，就自然最好。因为那个声音最珍贵。对。专门不会替别人问宇辉哥，安勇改问题，因为宇辉哥跟合作过，狗动都改够秀，因为宇辉哥是音乐制作人嘛。如果我还是想讲，自己的某一组录音室，一个安勇改阿爸，居然用音都很某一录音嘞，那种画面好有趣。上次有人说易子而教哈，上次自己的小孩有时候反而最不好控制，因为他有时候会跟爸爸耍酷啊什么的，有时候反而最难教。真的，我很想看到跟宇辉哥敢回到去耍酷敢容的，因为宇辉哥女很可爱，动等一下就是见狗几白面，非常单纯，然后又挺乖，所以都想哇跟爸爸耍酷是撒娇啦。其实都这样。替他讲可惜百六百夜啊，会跟同学约出去玩，以前都很宅，都黏妈妈黏得很紧。但现在长大了，开始有自己的世界，好棒哈！所以我们根本还没有按个机会做的现场，所以躺一下，俩跳歌曲，做对吗？好啊，所以俩都是你俩，我们就直接就直接唱了吗？对，下次黑妹做对让某一曲下来，因为让某一曲下来，某一曲下来，你想看妇女现场那样唱歌，对不对？而且好想要看一下本尊哦，对不对？上水的时间是有给上映，俩170。哇，很高。其實兩首歌係你今年吼也有當到嘅朋友撈輕易離開啦。其實也係我自家4年了都朋友撈親戚的。望着天上的白云，亲爱的你在哪里？也许我们已经相隔万里，只想轻轻问候你。爱想你，想念天真害羞的你。哆瑞咪，唱这首歌给你听。我独自望着天上的白云，有好多美丽的回忆，总是牵挂着你，惦记着你，离别未了再相聚。爱想
爱上你，想念天真害羞的你，哆瑞咪，哆瑞咪，唱这首歌给你听。爱上你，爱上你，想念快乐活泼的你，我要你，我要你，每天幸福笑眯眯。爱上你，上你，爱上你，上你。就在分享到余威哥来到节目底，都让大家来分享。哇，出安尼讲，就在讲是重新穿衣服的新专辑升级版，好安固改通，然后改专辑。所以呢，节目里就在有谈到哇，那条动抒情改歌曲，我想你，怎么爱上你？不过其实底都有动很有神，动神奇改通，然后比如讲发烧的，其实你谁时间哈？我们小时候都常常会骂人，就是声音会对骂用起呐。那个陆阳在休息的时候，你就讲啊，听啊他主席，我谁谁我冇谈过聊着啦，不过我谁谁曾经讲听啊趴，我就觉得很好笑，因为门牙嘛，3岁到国小1、2年级，声音刚好会门牙会缺掉，对，有的掉一个，有的掉2个，有时候上期会主牙齿夫妇，有磨牙齿，然后广播有流缝嘛，动电音箱，动肾气，然后就想听啊趴聊到吃哈，动肾气，我来写个听啊趴的这个童诗，我就掰了，那掰了很久，一直没有灵感哦。我那大白嘴专辑快出的时候才会把它逼出来，然后就想创作者都这样子，听啊趴。牙齿少一隻，讀書唔邊要快撇，講開強方方，當然我爸爸牙齒牙大，磕牙怕牙齒少一隻，判則改改也會流風，哦磕牙怕牙齒少一隻。好棒哦！其實因為感覺從余威哥安尼大家會覺得很童年，因為跳白又動動，因為童謠在還沒有譜曲的時候，馬上就 Q 改世界。其實跳白跟他西台。你就是童年啊，然后慢慢，可能从余威哥来，后来慢慢很多音乐人帮他加了曲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说童谣，他根本没有童谣，其实我们是童念。小时候流传很多这种很好笑的，捏公公、秀才郎，这是童年啊。我表哥哈，我下个年纪的某个对象，我表哥就是他星期五幼稚园的园长哈，跳白讲什么？1 O B V 2面洞挂3三角裤。4大力士，5来跳舞，6天柱过，7打肚脐，8饿下巴，9喝酒，10昂食。有人还讲你动肾气，但是这我没听过，他提100堂。我表哥教我的，我还记得，就喝酒不太好。黑龙江说，酒，雷公雄，黑龙江除了俩下一条狗，那种慢皮狗，好可爱。请等一下，我老大家的副英雄，其实这是有一个创作改狗唱啊。可是其实老大家都讲，因为东南地就有一种安永改童谣专辑，对不对？因为一般都讲。恭喜才会，台湾在经营童谣这一块，不像主流的流行歌曲来讲，你讲我们说流行歌曲安斗，所以都很感谢余威哥走在出这样的童谣。我觉得也是因为你有那个童心呐，有赤子之心。我自己写的蛮开心的，对自己写的很开心，有安永改赤子之心，所以就安永改那种童谣，声音够了。可是我刚才有讲，以前跳白改西头从童念开始，所以你刚才念了一斗。是嘛？像我没谈过你念过啊，阿九姐，阿婆走上你什么什么？你看安用娘也没走对，可是你谱曲之后，它就变成一首很美妙的童谣。对啊，有旋律的话更好记。对，对，然后是从你讲，人家很多的学校也讲，可惜人家在做母语教育的世界，大家在从儿歌，我们说童谣儿歌的世界，就有更多的资源跟更多的歌曲都在从。可能我上可能我长推工作呢吼，要到2年的幼稚園，開始我讀圖商吼，到一家雙語幼稚園，到200人的小朋友，全部是小班到大班，
教龙岩，我想可能教小朋友也有点经验吧。哈哈，所以才会有什么一条谁路弯，有没有？兔，对，都是用安用改感觉很有意思。那有想哈，其实安光古老通识哈，坦白慢慢来都会出续集，因为很有意义。通识因为唐诗是华语的瑰宝嘛哈，按多也通唐诗300首啊哈，给我欠挑啊。那个还有童谣，一直会有不一样 generation 的小朋友会出现。我觉得这2个会变成感谢客家田诗团就起了这个姻缘。宇哥太客气了。不，这个真的未来我也想做第2季、第3季，给它动用意义也是，就变成一个系列。对这个唐诗，这个我们基本一听就好好的小感，因为它有很多的故事在背后。对，不过这个图听说是女儿。还蛮发的。你这女儿真的很有才华，是遗传到妈妈跟爸爸。应该是用该墨汁啦，我为墨汁哈，不去粉的那种法。但是去写诗，我为全家都艺术家。房间的墙壁会全部贴满了那个图画纸，不可以尽情的画画。人家除了给画一个线条，还有每边再给套颜色。好棒！延续第1章的也还可以发癌啦。你看台夫妻像怪物的人就是我。好可爱，请等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台夫戏。不过好，我们大家来讲听一种专辑哈，就是说这张专辑其实宇威哥也是重新。因为动念现在是出狗嘞，对，走好忙出版哦。我自己有来讲一下我的感受，就是说，因为我非常的拧通以前时期，就是说，我们以前搞图书的时候都要背唐诗，都要背宋词，对不对？不管是5言还是七言，可是我觉得宇威哥其实你讲下哈嘎田西的，其实宇威哥那时候提出一个很好的点子，就是说。这么美的诗字，其实，在태우白，我自己觉得，在那个年代，其实它是吟唱的，就是文人嘛。本来也唱啊。对啊，对。唐诗本来就是可以唱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该六溪如果用吟唱的，如果说入他的那个当时吟唱的那个音，它就像是一种。你讲不出的一种有旋律的歌曲一样，对，所以你好俺侯的诗词，所以宇威哥就觉得说，为什么我不能入歌？所以也就这样催生了安永给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概念。所以讲该些当跳的歌曲就唱个龙吟家，对，中立诗社龙吟家、八十郎水龙吟家，可以用客家古调，现吟唱一白，这里面都听得到，对不对？13条嘅龙吟家吟唱，那吟唱完就係嗌創作，所以講做得保留any客家應該傳統嘅嗰種古詩的古調。錯，特別老鄉親朋友咧小解一下哈，就是說有一個兩種專輯地圖，大家為地，因為俺都係通識用從嘅，記到前面之前有一個講嘅，沒有阿公阿婆他的吟唱，那個很難，對不對？因为因为那个是去填调采集。你问他说：“阿公阿婆，你为什么会这样吟唱？”他说：“以前在诗社的时候，他其实不能讲唱，他就是我念诗给你听。”实际上教你按对吟出来，就教天然。对，可是宇威哥有跟我分享过，就是那样子的吟唱，可是其实不是一般歌手学得会的，因为它不是你想的什么转音动作，其实非常多的转音。对。宇威哥，你自己。烟落乌啼霜满天。江风火对少年的古树上外看山寺啊，夜半钟声多客山。转运动作，整个从善过用。错，对，所以很高雄这边有堂，有一个两种专辑是走在唱到该团按用这样子的吟唱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弄爱狗，他说好难哦，因为他不是在一个我们现代音乐人学西洋乐理的那个音阶上面，对，所以这是很多泛音啊，很多转音，很珍贵的声音，所以这地读使用。前面听到，但是后面不得了喽，就是会有宇威哥对于每一首唐诗的编曲创作跟编辑，对，所以基本要从哦。好，那从家从那个枫桥夜泊哈，所以今天好有耳福。你来封面你哪边拍的吗？海边。海边。又应该灵鹫山的一个师傅啊，俺好朋友，他说你送来灵鹫山来聊，灵鹫山在那个。海边嘛，芙蓉盖也好像很高，俯瞰那个海边。所以是意外的一个不经意的拍摄，就变成封面了。哎，不用让它泡起来，他说那就拿这张当封面吧。师母实在太厉害了，对。不过你等下好好的谈呀，宇威老师带了一个唐诗的《枫桥夜泊》，张继的诗作。
叶落乌啼松满天，供奉佛对小明的古树上爱看山寺，夜半钟声多客松。叶落乌啼松满天，供奉佛对小明的古树上爱看山寺，夜半钟声多客松。耶！哇，口内动动你已经弹过了，也可以讲基本还蛮弹过的。您今天一定会觉得很惊艳，因为其实这种感觉就是你把那样的唐诗，然后你重新用一个现代的编曲。以前是那时候有一个第一张出的是爵士，对不对？我们讲爵士唐诗，怎么？其实係咁嘅，其實本來客家填詞該13條線下河，有人感覺如果把這個再用爵士樂再改編的話，爵士樂、唐詩、客家話，哇，這三個完全不一樣的元素撞擊起來，非常特別。後來就出2012年出嚟爵士唐詩。其實兩下種係該嘅前身做扮演下河嘅。成為那個13首的原型，是。因為爵士樂全部解構了，過去變動複雜，下衝，然後非常簡單，就七言律詩四季，從零三百，非常簡單。你彈你就會學咧。那兩種專輯全部有副卡啦，其實兩排出嚟兩種就希望做到推廣，母語嘅推廣。冇錯哈，其實還有當到嘅歌曲做啲，大家咧歡迎嗬，聊下，等下就同你講。就在绕墙的雨薇那朵俩片哈，哇！刚才那一首唐诗听的，真的很，我觉得很舒服。我们讲一下，因为雨薇哥其实你的文学造诣也很高没有，不敢，真的啦，草包，没有，现在谁敢随随便便就说我要拿唐诗宋词来闯，马上要搞。所以因为你有从为时间，你要对那个意境跟对那个故事。你除了了解字呢，你还要跟你自身的生命经验做结合。因为刚才听，因为永音讲的嘛，就像有一个讲为四句听，可是因为我都听过，所以这每一个编曲的落差很大，对，所以有时候是很高亢的感觉，然后有时候是很抒情，对。我感覺感謝，其實感謝，你都有通識的研作者啦，記得有流傳千言哈，是精華中的精華，所以講得挑是就會你非常親的感覺。那這樣一個學法圖誒哈，你念開詩以後，你自己就會進入那個狀態。所以你看念詩以後呢，你看就是進入那個情境。除了想象，如果我是當年，比方說王維的《渭城曲》啊，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他這樣一想，眼睛閉上，哇，那個畫面就出來了。那感覺一條河嘅歌曲哈，就是可以呈現一個好的景；一首美麗的詩呢，也是可以呈現一個景。所以講在四峽岸河啊，你就眼睛閉着，然後用客家話念，哇，那個景就出來了。那塞過主下出來就。
因为佢视材也挺好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以前上国文课的时候，老师一首诗可以攻一节课，因为他的字已经太精准了，对不对？这里面有一首歌，嘿，第六首《九月九忆山东兄弟》，这首歌俺印象特别深，因为这个是宇威哥自己亲自你唱的嘛，你自己做。没，两条吴宗汉唱的啊，吴宗汉唱的哦。那所以我唱的是你的诠释，我唱的是缅怀。落魄功夫，因为谁来闯洞少，就缅怀。吴宗汉是唱9月9日啊，对，然后每一个都有他意境，而且那时候挑诗的时候也是精选过，对不对？其实两百呢，弦动都他跟非常出色的女歌手来演唱，因为他感觉唐诗哈，有些特别是有一点点声乐基础的，应该都演唱。佩书姐，罗英英，从个 TP 又没头，还有佩如，肖佩如，我记得金缕衣好像就是刘嘉文唱的。佩如该时间和少女的她善美模耶，我今天过去了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。是，所以用亲朋友在这里面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声音，不一样的诠释，对，然后不一样的曲风，哇，太珍贵了，还可以听到阿公阿婆以前在诗社学的那个吟唱，冇错。不过其实俩有13条非常好的 MV， 开始一条讲要拍起来，假使讲台之家想看就是打关键字。日头下月光光，诗跟月啊，就觉得可能都俩13条。可惜画质没有很好下，因为连下从 HD 高画质。对啦，连 YouTube 看还算还可以，是不是？哦，韩走的哦，哇，这宇威哥你真的。我要谢谢你呢，今天不是我来帮你介绍，嘿，你来帮我们客家电视少改呢。不过这个真的是很珍贵，因为师兄宇威哥讲的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它留存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宣扬不很好都改音了地。你讲讲多厉害的时间哈，我们是2张专辑跳来跳去的讲。其实地不读这个童谣有很多，讲改时间，宇威哥你有冇改有 T P 上来分享？他说那个田阿趴很有意思，我要讲一下，俺提100堂我很意外，因为俺加上烟台。係講誰拿起luật題，我們看到應該是會講啊，你看啊趴主席，所以你第一次聽對不對？趴主席，好好玩。劉沙就沒信封印，竟然摸糖果，小小的一個靠海，竟然連 King 阿趴都有不同的童年。我就聽到 King 阿趴，但是沒有聽過這個同志 King 阿趴。那你今天願意？念以為你甲鄉親朋友來分享一下你在這裡面的 King 阿趴嗎？當然啦，該有念嘛吼 ，King 阿趴，是曹一章。因為大家想說你童年那曲風很好奇呀，對不對？就用該藍調搖滾的方式來唱，老搖滾。這麼高級？沒了，就不可以很神奇，也比較動感。彈一下。哦 ，King 阿趴，我是曹一章，讀書表要快撇，講會強棒棒。當然我爸爸我知我大，King 阿趴我是曹一章，本家改改也為了風。哦 ，King 阿趴我是曹一章。King 阿趴我是曹一章，讀書表要快撇，講會強棒棒。當然我爸爸我知我大。King 阿趴我是曹一章，本家改改也為了風。哦 ，King 阿趴我是曹一章。哦耶！哇，这个曲风真的完全到台尬雄伟不一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俺以前讲你跟他唱《我想你》的时候好抒情哦，然后现在这个这么的对，很跳痛，而且。所以这真的，因为我来看一下14首，是修改通绕读地读，真的都不一样，很多元。有电子舞曲啦，有老摇滚还有从刚才雄一很抒情的，充满梦想的，也有了个搞笑的，从刚大概EOBD 二面动挂，那个真的好好笑。那种希望，大把那种客家歌，我希望可以开辟客家歌的可能性。对，我正要讲，我想问一下音乐制作人，夏问一下，因为大家对童谣会有刻板印象，我们以前就觉得童谣就是要唱得很像小孩。你刚才那样子的，其实它是一个很成熟的编曲跟非常成熟的曲风。而且而且有两下客家进攻音，其实有一些其他的客家进攻音也有在写童谣，包括对，包括像宇威哥就呈现出来安永改童谣
它其实是一个，我们可以说它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编曲，不是我们，因为我们觉得童谣好像就是要很简单很简单，对，萌萌啊，小朋友，我们尽可力。不要把小孩子当白痴。这音乐制作人讲，好歹很爱讲哎。可是后来我发现这几年，我觉得我们要改变安永改观念，对不对？让小朋友，要不然你会发现以前马改时青，小朋友他现在听的反而是现在的主流流行音乐，对，那它其实不是童谣。可是为什么我要你看我好像老师要开始讲道理，可是我觉得真的要让小朋友听这样的歌曲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词汇，其实我们说儿童文学，这里面是可以除了刚刚宇威哥讲那种很逗趣、情圣起感念童念，可是有些词汇是可以感受到。比如它的重复性啦，然后它用会有儿童文学的美感在里面。还有其实我感觉，其实还有一条好的流行，简单的好听的流行歌曲话，佢本身就做得变一条童谣。你看看Beatles 的 Yellow Submarine，We all live in a yellow submarine，Yellow Submarine， 其实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也做得变做。其实你做它也是一首童谣，很简单，但是意义很深远。对，所以我希望做得做，我做。因為喺東校，成些東校同嘅大青蛙劇場，樓嘅芝麻街，那感覺喺地北都音樂哈，台音特別為小朋友走，其他排地北都就是最紅的歌星哦，來為小朋友來唱歌。好感人。他的歌，你上 YouTube 看那個，該Sesame Street， 佢就為該聲音下歌曲，每一首都好好聽。對，我就希望做，客家嘅童謠也做得做下去。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候上戲動感起來，宇威哥就是說，我覺得在音樂的這一塊園地，在這一塊路上，我覺得又從宇威安永改音樂人去做這樣的事情進行，因為我覺得台灣的童謠真的很不夠。然後他一般挑白蟲動豆改童謠，其實我們都是外國歌曲的翻譯。對，我們挑白過小改時間，我們念小學的時候，很多音樂課本的歌曲，其實很可惜，我們很多都是國外的音樂翻譯來唱的。當然到了後期，慢又有很多的可能，有一點點母語意識，會覺得說，我們是不是應該我們自己的音樂人來做童謠？那當然後來就由宇威哥催生了這樣的一個童謠，除了你的童心、你的赤子之心，然後我覺得很重要，因為才會有我們自己的童謠兒歌。其實我感覺寫童謠最重要係要該童心啦，因為你沒有童心的人，你寫這個兒童的歌曲啊，他們感受不到，你同符差原音哈，可能想不出來。要像我這麼幼稚的人，可能比較好寫。其實我兩擺寫，所以我還是很開心，因為大擺寫的時間，雖然講創作要經過陣痛期哈，如果寫的時間你有轉移哦，把那個頻率哈切換到小朋友的頻率，非常的歡迎。所以整個心情也會變得比較開心哈。生活係講要麼改放一改時間，暫時拋下。對，不過基本嘅時間夠睇動家哈，宇威哥都做兩片，其實可能大家動球冇到，客家電視來看到宇威哥哈，今日出了。東方已帶了2個新的專輯升級來這邊哈，其實宇威哥這幾年除了去紐約進修，其實現在也在學校念書。我現在敲他通告動男呢，可以給他重播，我哋要送口，要線上搶歌哦，對不對哈？我覺得這也是人生不同的一個重新進修啦，重新增加不同的能量。我的感覺是這樣。那後生英雄下要後生幾歲？哎呦，很棒哦！而且大家是會問過啊，這個英國暗號塔，係講我想擁有，我想賣，可以去哪裡買？就可以去哪裡買？名錄啊，還有各唱片行全部有賣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名錄哈，所以其實當簡單係講你想誒買起啲下大家都用天哦，你就。大行業台名是好的。謝宇威，唐詩13首，還有安姑2。係啊，吼，安姑2，安姑2，吼，請去威改通世界鑽石是做得賣到咧，吼。我這邊做得教聲音來傳，貴婦已經做得傳唱。哇，太棒了！好的，你又提醒我，讓我來提醒一下，這裡面有卡啦。我覺得好重要，為什麼？東英講，應該上會好些，沒有音樂，所以等下又卡啦，所以。你可以是不用卡啦，你走得幾架那麥克風是走得連重嘞。冇錯，冇錯。哇，你這樣真的造福很多人呢。係講活動都好搞嘅，線上學都搞，實地讀，搞小朋友他就放卡啦。那小朋友是走得天然好些。冇錯。所以剛才宇威哥哈，為我們來帶來這麼安的東西，走得出來到大家的分享，而且我最重要的事情是。這是一個不一樣的東西，這不是一個單純的主流音樂而已，它是一個童謠，可以唐詩，所以這個除了就像宇威哥講，這是很珍貴的，可以值得珍藏的，對哈，我是有2張可以珍藏了哈，還有感興趣朋友，
赶快去珍藏这样的东西。所以今年青冈下有一个雷斗俩片，好吗？还讲有不同的新的音乐作品，还是要跟我们介绍一下。今天还有做新的东西，太棒了。等你，好不好？年代怎么太棒了，耶！好，感谢。好，听下来，乡亲朋友做嘛？该来做论坛了。